生離死別一向都係影壇永恆不滅嘅課題。今集同大家介紹呢套日本電影《別離無恙》，以殯葬禮儀行業做切入點，娓娓道盡有關生死離別嘅種種情愫。呢套戲嘅風格同題材有如日本版《破地獄》，同樣透過殯儀行業深入探討生死嘅課題，亦被視為日本經典作《禮儀師之奏鳴曲》嘅精神延續之作。電影憑住極好口碑，今年初喺日本上畫，票房成績勢如破竹，連續2星期穩坐本土票房冠軍寶座。而家日本票房已經突破45億日元，折合大約2.2億港元，入場觀影人次超過300萬，絕對係今年日本極具代表性嘅佳作。別離無恙改編自長月天音嘅人氣小說，不久之後即將道別系列。呢套戲集結2位人氣演員濱邊美波同木克連，係2人首次合作。電影由三木孝浩執導，導演一向擅長拍青春愛情題材電影，代表作包括《即使這份愛今夜從世上消失》、《我在平行時空戀上你》等。劇本由本田隆朗操刀，劇本監督就由岡田惠和擔任。佢過去曾經創作《沙灘小子》、《西洋骨》、《董陽果子店》等多部經典日劇。故事講述濱邊美波飾演嘅清水美空，求職路上屢次碰壁，一次機緣巧合之下遇上做殯儀師嘅七原禮儀，由木克連飾演。呢位殯儀師意外發現美空有一種特殊能力，可以聽到離世嘅人心底未講出口嘅心聲，於是七原禮儀主動邀請美空加入生命禮儀師呢一行。喺佢引薦之下，美空去到東京晴空塔附近嘅殯儀館板東會館，以實習生嘅身份正式接觸呢份同生命道別嘅工作。一開始，七原禮儀教導美空非常嚴格，令美空日日都好沮喪。但與此同時，七原對逝者心存敬畏，對家屬細心體貼，一次又一次感動到美空。尤其每逢靈柩抬出嘅時候，七原都會輕聲講一句：我哋好快就要講再見啦。呢個溫柔又莊嚴嘅瞬間，深深烙印喺美空心入面，亦令佢堅定信念，要成為好似七原一樣嘅殯儀師。之後呢對師徒一齊並肩做事，一心只想為每一位離世嘅人辦一場最體面嘅葬禮。美空喺處理一個又一個家庭嘅喪事儀式過程入面，慢慢體會到生死嘅沉重，亦不斷反思點樣嘅葬禮先可以令家屬放下執念，安心釋懷，亦都讓逝者無牽無掛，安然離去。電影《別離無恙》沿用咗原著小說短篇連作嘅風格，主要描寫4場葬禮，主角美空能夠見到逝者，仲可以同佢哋對話。呢一份特殊能力，將葬禮陪伴喪親家屬嘅本意升華到更高層次。亦正正因為美空有見到亡者同亡者溝通呢個設定，令呢套殯葬題材嘅電影變得別樹一格，與眾不同。影片第一場葬禮，古川琴音同北川匠海飾演一對即將迎來新生命嘅夫妻柳澤玲子同柳澤亮太。本來滿心期待新生命出世嘅幸福時刻，點知一場突如其來喺行人天橋墮下意外，瞬間將幸福粉碎。玲子不幸連同肚入面嘅胎兒雙雙離世，只留下丈夫亮太獨自承受呢場晴天霹靂嘅打擊。面對驟然失去愛妻同未出世嘅孩子，亮太完全難以接受現實，深陷喺無盡嘅絕望同茫然之中，無法抽身。呢個時候，美空憑住自己可以聽到逝者心聲嘅特殊能力，感知到玲子嘅靈魂出現喺自己葬禮上，聽到佢未講完嘅心底話，亦都得知呢對夫妻背後嘅遺憾同心願。了解成件事之後，七原將一個袋遞到身心俱疲嘅亮太手上，亮太好驚訝，原來呢個袋係玲子特登託美空轉交俾佢，入面藏住佢從來冇講出口嘅深切心願。美空將玲子嘅遺言請你好好活下去轉達俾亮太，又悄悄將玲子預備俾 B 用嘅尿布擺入靈柩，為呢場充滿遺憾嘅離別加添溫柔補償，令送別儀式變得圓滿。
呢段戲入面，北村匠海憑住出色演技，將涼太從悲痛失措到重新找回人生動力嘅過程演繹得極盡細膩。如果話第一場葬禮講嘅係故人同遺族心意相通，好好為離別畫上句號嘅重要性，咁第二場葬禮就聚焦喺溫柔克服死亡呢個概念上。呢一場嘅故事由志田未來同渡邊圭佑一齊演繹，飾演一對飽受喪女之痛嘅夫妻久保田理惠同久保田宏之。佢哋永遠失去咗年僅5歲、患有先天性疾病嘅女兒比萊。理惠因為細女嘅離世，深陷悲痛，無法抽身，一直都唔肯接受女兒已經離世嘅事實。而丈夫宏之就喺默默承受喪女之痛嘅同時，盡全力喺妻子身邊，用溫柔同堅強守護同撐住妻子，行過呢段黑暗嘅日子。呢場葬禮入面，七原負責對接呢對悲痛嘅夫妻，美空就負責引導5歲嘅比萊接受死亡。但面對懵懂無知、唔識咩叫死亡嘅小孩子，美空一時間都冇頭緒，陷入苦戰。呢個時候，影片就傳遞出一個好溫柔嘅理念：死亡從來都唔係結束，只不過係早一步走到好遠嘅地方，靜靜等待心愛嘅人重逢。呢個概念一啲都唔陌生，佢喺出世嗰日就失去咗家姐美鳥，而夏目麻里飾演嘅祖母花子從來冇沉淪喺悲傷入面，反而一直期盼住自己死後家姐美鳥會過嚟接佢。亦正正係祖母呢份信念，令美空終於領悟到死亡從來都唔係永別，只不過係一場暫時嘅分離。呢一段葬禮戲入面，童星出身32歲嘅志田未來交出咗令人驚嘆嘅演技。佢將一個失去女兒後崩潰到難以自控，又對女兒極度執念嘅母親演得絲絲入扣、入木三分，每一個眼神同動作都充滿氣味。最終，比萊坦然接受自己離開嘅事實，願意喺彼岸等待爸爸媽媽。而身為媽媽嘅理惠見到女兒遺留喺公仔入面嗰塊親手整嘅金牌，就明白到女兒雖然生命短暫，但人生其實過得好幸福。久保田一家人終於放低心裏面嘅遺憾，好好地同女兒道別。如果話柳澤一家嘅遺憾係留低嘅人始終無法釋懷，久保田一家嘅牽掛係逝者同家屬雙方面都依依不捨，咁跟住落嚟嘅劇情就揭開咗一個埋藏好耐嘅秘密。七原麗二原來都係一個始終同過去割唔斷放唔低嘅遺族。原來七原當年喺一場車禍入面痛失愛妻，就算當時佢親手為妻子打理晒所有身後事，但心底嘅傷口從來冇愈合過，一直都未能真正放下。佢手上從來冇除低過嘅結婚戒指，就正正係呢份思念同執念最直接嘅象徵。亦正因為有呢段親身經歷，七原先至決定做葬禮策劃師，甚至仲親身兼任立官司，只係想更貼近一班同佢一樣飽受喪親之痛嘅家屬，明白佢哋嘅傷痛，陪住佢哋走過人生最黑暗嘅一段日子。值得一提嘅係，負責擔任呢套電影監修嘅送行者葬禮服務，向來以全體員工都持有立官司執照而出名，亦都令戲入面嘅殯葬細節做得格外寫實，更有真實感。或者正因為有親身經歷，七原曾講過一句咁嘅說話：我淨係識得體會死者家屬嘅心情。亦正正係呢份執念，令佢同識得感知逝者嘅心聲、同情逝者遺憾嘅美空之間出現咗一段難得嘅裂痕。而呢場裂痕就發生喺長野家嘅葬禮故事入面。段故事入面，西園仗同久保史緒里飾演嘅兩兄妹長一同綾內，永遠失去媽媽貴子，由野波麻帆飾演。透過美空嘅特殊能力，佢從貴子口中得知，媽媽臨終前最大嘅遺憾就係冇同丈夫正史見最後一面。原田泰造飾演丈夫正史，呢個因為欠債而同貴子離婚嘅男人，成為咗貴子心入面最後嘅牽掛。但與此同時，長一對爸爸正史卻充滿怨恨，唔肯原諒佢當年棄家出走嘅行為。
呢件事亦令先人嘅心願同家屬嘅心意出現咗難以彌補嘅分歧。而呢一次，七元冇絲毫猶豫，直接企喺家屬呢一邊，深深共情住長一嘅憤怒同委屈。直到整理貴子嘅遺物時，真相先至終於浮出水面。原來正史當年並唔係故意拋妻棄子、棄家不顧，而係因為做咗好友嘅連帶保證人，意外背上咗巨債，為咗唔好讓屋企人被債務牽連，佢先至主動選擇申請破產，離開屋企。事實上，個人破產本身唔會影響屋企人嘅財產同信用，但像屋企呢類共有財產，仍然會被列為處分對象。正史嘅離開，只不過係佢諗到可以保護屋企人嘅最好方法。最終，長野一家人喺正史居住嘅長野縣霧峰高原，為貴子舉辦咗一場特別嘅葬禮。父子之間嘅隔閡喺真相大白之後慢慢化解，終於達成咗真正嘅和解同送別。其中，原田泰造飾演嘅正史，將一個表面睇起身窩囊落魄，但心底藏住善良同責任，因為太過體貼、太過顧家，先至身不由己嘅爸爸形象，顯得入木三分。演技真係令人印象好深刻。多謝收睇呢個節目，鍾意呢個 channel，請按讚、分享、留言、訂閱，拜拜。